结果是如何，我们现在都要在这边，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抱着信心，相信神会祝福我们今年或者是台湾的未来，我们都要拿出我们的信心，相信神是凡事都能做的神。我们一起起立，要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拍手好吗？我活着不是凭眼见，我活着不是凭感觉，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一起来宣告说，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以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我们继续来拍手，我们等一下要再从头来唱一次。我们要相信神是凡事都能做的神，阿妹吗？阿妹吗？好，我们再来唱。我活着不是凭眼见，我活着不是凭感觉，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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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再来说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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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耶稣，再更多一点。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有你，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再一次说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们一起来拍手。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们将我们的掌声，将我们的赞美都献到主的面前，哈利路亚。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歌，我们来高呼主耶稣的名，主啊，我们此时此刻就需要你，求你来到我们的当中。你就是太初生的道，至高神无与神同在，在造物中隐藏你荣耀，尽显明在基督里，这是何等荣美的名，这是何等荣美的名，我望耶稣基督生命，这是何等荣美的名，无一事无相比，这是何等荣美的名，耶稣的生命。
的神，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单单的仰望他。我最最重的你爱更深，我们永远不分离。这是何等奇妙的名，主啊，你是何等奇妙！主耶稣，我们要来敬拜你，你的名是值得我们的高举。这是何等奇妙的名，无一事无相比。这是何等奇妙的名，耶稣的生命。四关不住你，幔子已挪去，罪恶阴间虚浮于你，与天堂欢庆，你荣耀显明，死里复活，你的生灵。你无所比拟，你无人相比，耶稣掌权直到永远，国度属于你，荣耀属于你，超乎一切，我主生命，四关不住你，幔子已挪去，罪恶阴间虚浮于你，与天堂欢庆，你荣耀显明，死里复活，你的生灵，你无所比拟，你无人相比，耶稣掌权直到永远，国度属于你，荣耀属于你，超乎一切，我主生命。这是何等大能的名，这是何等大能的名，主耶稣基督生命。这是何等大能的名，无一事无相比。这是何等大能的名，耶稣的生命。主啊，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要来说，主耶稣你是何等奇妙，主耶稣你的名是何等大能。在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主耶稣我们都需要你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成我们的扶持，成我们的帮助。主耶稣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基准。主耶稣我们要继续用这首歌，我们要来敬拜主你。让我坦然无惧来到诗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我需要你，你话语路感领，每时刻我需要你，神灵如雨降临。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
耶稣，我们要来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天父，我们赞美你，你的儿女们因着你的慈爱、你的恩典，再一次聚集在你的圣殿中，来呼求你的名。谢谢你，天天将你的厚恩浇灌于我们，赐给我们百般的恩赐，不仅可以服侍你，可以认识你，更能让我们的生命活出有意义的每一天。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说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唯独耶稣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能够站立在你面前。愿你帮助我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都能够合你的心意，做一个讨主喜悦的人，也使我们的邻舍得着益处。让我们学习每一天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今天所要领受的每一份属天的灵粮、属天的玛纳，不仅得以饱足，更能够使我们生命像一粒麦子一样落在土里面，结出更多的子粒来，荣耀你自己的圣名。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时时与我们同在，圣灵充满在你的圣殿当中，愿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感谢主，今天虽然是选举啊，很紧张哈，你们刚好很紧张哈，我很紧张，但我觉得很感谢主，因为我们相信在祷告里面，神都纪念。在每一次的敬拜当中呢，我们都很享受与主同在的美好，阿们吗？阿们。如果哪一天基督徒不喜乐了，你的记号就不见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记号就是因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喜乐的生命。虽然我们一样会经过死荫幽谷。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我们现在的小会议长林伯寿牧师来为我们讲道。那么他是侯根牧师的主任牧师，后面呢就让牧师自己跟你们介绍，你们会更认识他。我们热烈掌声欢迎牧师。掌声好像不够热烈。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今天晚上，感谢主，我们都选择了那最上好的福分。主说那个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愿神帮助我们，透过众弟兄姐妹的服事，让我们都能够在敬拜当中与我们的主能够来相遇。然后我们来看今天晚上我们所要来攻读的经文，那有几处，包括箴言第4章23节、25章的28节，还有撒母耳记上的18章6到10节。我们用敬畏神的心，我们一起来攻读。大家请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人若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强援。请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于大卫，这件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是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手里拿着枪。好，今天晚上我们要透过刚刚所攻读的这几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心宽路更宽。那有一位作家叫做乔伊斯迈尔，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心思的战场》。那这本书里面他提到几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他说我们的心思是所有行动的领导跟先驱。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进行一个行动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心思传达给我们，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他说，我们的行动是心思意念的一个产物。所以我们行了什么样的行动行为，是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在《心思的战场》这本书里面，乔伊斯迈尔就说，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其实就在面对心思的一个战场。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发现，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我们都会遇到许多不同的境况，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就会开始在我们的里头会带来影响，然后呢，就会带出不同的态度跟行动。但是我们一定有很深的发现到说，当我们的心思产生不同的态度跟行动的时候，就会带来不一样的一种结果。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圣经的人物，其实即使是像我们所说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其实我们看到他也同样去面对这个心思的战场。我们可以从几个人物的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例如说该隐，我们一定很熟，他跟他的兄弟亚伯，他献祭给神，后来神接纳了亚伯的献祭，对不对？这个时候呢，该隐没有得到上帝的悦纳的时候，他就生气了。然后呢，上帝就跟他讲说：“你若行得好的话。”也就是说，他在献祭的当中，他的动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看到他，因为他就发怒，就把亚伯给杀了。所以我们看到了他对于上帝没有悦纳他、接纳他的献祭，他里头就有了比较，就有了一些的心思的这些的复杂的意念，然后就把他的兄弟给杀了。我们看到亚伯兰也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来到了埃及的地方，然后呢，因为饥荒来到了埃及的地方。可是他的太太撒来呢，容貌俊美，然后他以为说，如果呢到那里的时候别人为了把他的太太给抢走了，然后呢他就可能就会被杀掉，所以那时候呢他就撒了一个谎，他说如果这个有人就问说，哎，这个女子是谁呢？他说这是我的妹子。我们看到是他也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心思的战场。我们看到在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亚干。然后呢，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在艾城打仗的时候，然后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然后呢，在艾城的那个战役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看到一件世美的、很漂亮的衣服，还有看到很多的金子、银子，然后呢，可是他忘记了神跟他讲说，要把这些当灭之物都给灭掉，然后呢，结果他就把这些东西拿了。我们看到他没有面对那个贪婪的心思的战场。我们更看到圣经里面耶稣很喜爱的门徒，有人说他是耶稣的大弟子彼得。然后看到耶稣被抓了之后，然后呢，别人说：“哎，你是不是跟耶稣在一起的人啊？”就彼得后来他怎么说？他说：“哎，这个我不认识哦，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我们看到他因为害怕被抓，所以呢，可能会造成他跟耶稣有一些关系，所以呢，他选择了3次不认主。所以我们就发现到说，其实，在真理里面很多时候，其实不管是即使是那信心之父，即使是耶稣很喜爱的门徒。其实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幸免，我们要去面对这心思的战场。那心是非常重要，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找到很多有关
心思的重要性。例如说，圣经告诉我们说，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为什么？因为一生的果效都从心而发出。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可以轻易发怒，因为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我们如果能够把我们的心给照顾好的话呢，就强如取成。我们更看到圣经也说，他心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怎样。我们心里怎么想呢？那我们这个人就会变成怎么样？然后今天晚上读的说，人若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这个毁坏的城邑啊。当这个城邑毁坏的时候呢，就没有了保护，就没有了遮盖。我们更看到耶稣还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他说：“因为我们的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有口无心。”可是呢，主却告诉我们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他说：“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们看到耶稣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就从这里面知道说，当我们讲到心的时候，不是在讲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我们更看到是它不只是一个身体的器官，它更是在讲说，我们的心是会影响、主宰我们这一个人的性格、品性，还有好恶选择的一种功能。所以心，有人说是我们的一个人的性情，还有我们生命的一个总枢纽，它就深深的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影响到我们的肉体。所以圣经才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那这个保守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心给照顾好，因为我们的心会影响我们一生的成败，也会影响我们对周遭人事物的看法。我们看到不只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些重要的教导，我们从西方的谚语也真正知道说，这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说要保守要小心我们的心思，因为我们的心思久了就会变成我们的行动。要小心我们的行动，因为行动久了之后会变成我们的一个习惯。那小心我们的习惯，因为习惯久了会变成我们的个性，而个性就会铸造我们的一生。不只是西方人这样讲，我们看到诗人也说，心思可以让天堂变成地狱，心思也可以让地狱变天堂。然后呢，还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叫荷尔，他说心就像是花园一样。那我们如果没有去浇灌的话呢，我们的心就会怎样？就没有去培植的话，就会长满着杂草。所以从圣经，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心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如果有去好好的呵护，好好的去浇灌，好好的去培育它，那就会带给我们一生很大的一个影响。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来看到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其实神借着撒母耳来膏立他成为这个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可是我们看到，虽然他是一个国王，可是他还是不可避免的要去面对他生命当中的心思的战场。如果我们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可以在看到今天的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回到前面的一个大段的经文的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有一天在很平静的以色列国当中呢，那非利士人他就聚集起来了。圣经说，他们就聚集军队在索哥安营在以弗大敏这个地方，要来攻打以色列人。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在扫罗跟以色列人他们也聚集在哪里？在以拉谷，要跟非利士人来打仗。所以呢，他们就中间隔着一个山谷，然后呢，双方就在这个山谷的两个对立的这个地方准备打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时候非利士人就派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勇士，然后呢，来向以色列来讨战。那讨战的意思是说，要跟他们邀请他们说，好吧，那我们一起来打仗好了。可是不得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哇，这个叫做歌利亚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战士。然后圣经用了很多的一个描绘来告诉我们说，哇，这个歌利亚真的是非常可怕。那从哪里可以可怕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有300公分，高不高？很高哎。我们看到圣经讲说，他戴着铜盔，身上穿着这个铠甲，那个胄甲重57公斤，他腿上还有铜的护膝，然后呢，他肩上还扛着那个枪杆，就像那个织布的机轴一样。可是呢，圣经说他的枪头有几公斤呢？有8公斤。哇，我们就可以看到300公分的人，然后穿着全副的军装，然后呢，还有那个很大的那个枪，有8公斤的重。然后呢，有人拿着盾牌走在他的前面。我们看到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歌利亚是一个装备整齐的一个战士。
可是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歌利亚每天早晚就在以色列当中在那骂阵。然后呢，总共有多久呢？圣经说有40天的时间了。这个骂阵的意思说挑战他们、挑衅他们，或者说羞辱他们，或者是说轻蔑他们。我们看到那时候有没有人敢出来跟歌利亚打仗？圣经说没有我们看到圣经说扫罗和以色列人听见非利士人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这在撒母耳记上17章的11节所说。那不只是这样子，圣经在24节又说，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的害怕。我们看到，如果从17节跟24节来看的话，等于是说扫罗也好，以色列百姓也好，哇，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害怕。然后呢，这个时候大卫就被他的爸爸交代说你带着东西去看你的哥哥啊。然后那个时候大卫就听到说，这个歌利亚就在骂阵挑衅他们。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当众人都惊惶害怕要逃跑的时候，他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上帝的军队骂阵吗？我们看到这跟扫罗跟其他以色列人有没有很大的不一样？有他在那里说，怎么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然敢向永生的上帝的军队骂阵。他说以色列的军队是谁的军队？永生的上帝的军队。他说谁怎么那么无理，骂他们就是等于在骂上帝可是这个时候呢，他就说那个没有人敢跟歌利亚去打仗，他就自告奋勇说，那他来跟歌利亚打仗。可是那时候呢，他都怎样被笑。他的哥哥对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为什么下来这里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托了给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的恶意，你下来是要看打仗。事实上，他来是不是要看打仗？不是啊，是他的爸爸要他带的东西给他的哥哥，因为他的哥哥3个人都跟扫罗去打仗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的哥哥认为说是他心里头骄傲，然后想要看打仗。可那时候大卫大概是14、15岁左右然后我们会看到的是说，不只是他的兄长认为说，你这个不用讲了，你太骄傲了。可是我们看到的是扫罗知道说，没有人敢去打仗，可是这个时候大卫敢去打仗，就赶快把人找来。结果发现看到大卫的时候呢，大失所望。曾经告诉我们说，他发现这个大卫是一个牧养的孩童扫罗就怎么跟大卫说呢？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扫罗跟他讲的是说，歌利亚是这个职业军人天生的战士，你只是一个这个年纪太轻了，怎么可能跟他打仗？不只是扫罗认为这不可能，我们看到歌利亚认为不可能。歌利亚怎么跟大卫讲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非利士人歌利亚就对大卫说：“你拿杖到这里来，我岂是狗呢？”他讲这句话没有很酸，在酸大卫他说：“你拿这个牧羊的杖拿到这里，我是狗吗？不是，他是一个很装备精良的这个战士然后他又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歌利亚深深的不以为然，他认为说大卫没有跟他较量的这个潜能，所以呢，透过这话来鄙视他。但是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都上过主日学，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有没有战胜这歌利亚？有他就拿着那个牧羊的时候那个甩石机，就一甩，就把这个歌利亚给打中了，结果歌利亚就死掉了。可是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刚刚看这段经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但是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战胜了这歌利亚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就把我们放到一个背景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打死了那一个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是凯旋回来的时候应该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连扫罗跟以色列的军队都不敢跟歌利亚打仗，结果呢大卫就打败了歌利亚，大家就凯旋回来。就在这样一个背景的当中，我们会看到的是扫罗就要去面对
这个他生命当中心事的战场。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打赢仗的那种氛围啊。好，那特别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的这个有许多妇女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然后他们有几个表现。第一个是他们扫罗王跟以色列人打胜仗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欢欢喜喜打鼓击磬，歌唱跳舞的迎接扫罗王。然后不得了，我们会看到是当妇女们有这样的欢迎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跟扫罗就被放在了这一个妇女所说的这个2句话的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说，妇女就说：哇，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说大卫跟扫罗就被放在这个妇女所说的话语的当中。我们看到前面这2句话，一个是在试验大卫，一句话是在试验这个扫罗。我们看到在箴言27章的第21节说：人的称赞也试炼人。那我们从大卫跟扫罗身上就看到这一个圣经所讲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确人的称赞也试炼人，因为在这个称赞的当中，扫罗心里头就有了一个比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这个大卫有没有被这个扫罗杀了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句话给摇动？没有啊。这是妇女的对这个他们所说的这段话。可是我们看到的是扫罗却被扫罗杀死千千这一句话给摇动了。我们看到这句话，心里头就让大卫有了比较。比较的时候，这句话就把扫罗的那个嫉妒的心示了出来。所以我们会看到当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句话，在扫罗的心里头产生的摇动的时候，他心里头就产生了嫉妒的心。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有一个很强烈的反应。这个强烈反应是到什么程度呢？圣经说，扫罗就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然后呢，他更讲了一个很大家自己觉得说仅万谈的位，他就说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我们看到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他最后说：对呀，大卫很厉害，我只剩下没有把王位给他好了。我们看到扫罗对这个妇女们的说话，这句话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这句话，做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解读。也就是说，他把这句话变成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效忠解读的意思。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也因为扫罗把妇女们所说的这一句话，然后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扫罗对大卫的心就有了猜忌，然后呢，就成为他开始不喜欢大卫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看起来很平常，对不对？可是我们如果从这个当时的希伯来文的一个文法上的时态来讲的话，这个起跟怒视，它是一个进行的一个时态，也就是说，这个它所表达是一种在后来所继续的这个在继续进行的生活的当中，这个动作都不断的持续的来进行。也就是说，从大卫他怒视大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妇女们欢迎他们回来的时候，讲完了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之后，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以后，他都怒视着大卫。我们看到怒视这个字，原来它的意思说邪恶或者是嫉妒。也说从那一个时候扫罗就用嫉妒的眼光来看大卫。那怒视的这个白话字的声音叫做嘎银，然后大家台语不知道听得懂，好，就是瞪他，然后就是说从那一个时候开始呢，这个扫罗心里头就很不开心，因为呢他面对这个嫉妒的心事的战场，所以从那天开始他就每从那日起就怒视着瞪着大卫，然后呢不喜欢大卫。所以我们会看到是扫罗面对这样一个心事的战场，
可是他又没有办法把他的心给看守好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就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因为扫罗的心没有办法胜过这个嫉妒的心思的战场的时候，就带来他生命中很大的破坏。圣经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嫉妒这个是骨中的朽烂。那如果我们从现在中文译本来看的话，他说嫉妒是骨中的毒癌。我们知道癌症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的身上如果有这些的癌细胞的时候，就会扩散到我们整个人，就受到影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嫉妒是我们骨中的毒癌。所以我们会看到嫉妒就深深的来腐蚀着扫罗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没办法，他的嫉妒存在他的心里头没有被处理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就带来了3个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大卫这个扫罗他就由爱生恨了。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扫罗他会非常喜欢这个大卫。在第18章的第5节那里说，因为他喜欢大卫，所以他就怎样？他就立大卫做战士长。但是当他面对扫罗杀的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样的一个心带来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的是说，他的心就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转变。他过去非常的欣赏这个大卫他做事非常的精明，然后呢也非常的勇敢善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嫉妒出现的时候，原本的欣赏、原本的喜爱，就有了一个很大的变质。这个变质就变成扫罗心里头的苦毒怨恨，而这个苦毒跟怨恨就导致扫罗想要用枪把这个大卫给杀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我们如果读到这里的时候，还不会觉得说，哇，这个扫罗就是不喜欢大卫啊，所以要用枪把扫罗给刺透，大卫给刺透。可是我们会看到后面的时候，他说不只是刺透，而且要把它钉在墙上，而且不只是一次，而且大卫躲他2次，而且是接着我们如果再看撒母耳记上18章之后的经文的当中，我们就会看到扫罗不只是在这2次当中要用枪来把这个大卫给刺透，然后把它钉在墙上。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开始了扫罗在追杀大卫的一个历程的当中。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当扫罗心里头没有去战胜他心思的战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他的生命当中就变成原本对大卫的爱就变成了一种恨了。我们看到扫罗如此，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常常也是如此，不是吗？我们看到他由爱生恨之外，我们更看到这个嫉妒的这个朽烂，在他生命当中还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他失去了平安。我们看到当嫉妒来腐蚀着扫罗的时候，他的生命失去了平安，他的生命失去了安全感，他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忘记他之所以担任以色列的王是谁给他的，不是因为大卫让给他，是因为神透过撒母耳高立在扫罗的身上。他如果能够很清楚知道说，王位本身是神所设立给他的。今天即使妇女在讲到说扫罗杀了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其实他也要感到非常的光荣因为他知人善用。可是我们看到的是没有，我们看到的是圣经用几段的经文来告诉我们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扫罗心里头就充满着害怕。我们看到有几段经文在18章的第12节那里说，扫罗惧怕大卫。我们看到中文这个惧怕跟后面所写的惧怕其实一样，可是我们如果看希伯来文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这里的所说的12节所说的惧怕是一个一般的惧怕。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说，这是扫罗开始心里头有一些的害怕。可是我们如果再继续看第15节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惧怕跟甚怕有什么差别？
如果从中文来看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对不对？可是呢，在希伯来文这里所说的就甚怕他这句话，其实是比一般的就要更来的重，就是说已经非常让他感到这个会让他产生动摇的那种害怕。我们看到圣经讲说惧怕，然后就讲到甚怕。可是我们再继续往后看，在第29节的时候，他说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我们看到心里头没有平安的时候，就会做出许许多多的不可思议的这个事情。但是这个扫罗之所以会失去平安，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胜过他生命当中的心思的战场。我们看到嫉妒就像他生命当中的朽烂，让他由爱生恨，然后失去了平安，更让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了生命的破口，让邪灵进入到他的生命的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扫罗他因为比较，所以带来的嫉妒，那以致他失去了安全感，要杀大卫。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恶魔就大大的降在扫罗的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这也在告诉我们说，当扫罗生命当中的嫉妒越大的时候，他的生命的破口怎样就越大。然后呢，生命破口越大，就让撒旦讲正大光明的进入到他的生命的当中。所以这里讲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这个地步的意思是机会很多时候我们给魔鬼留了机会，然后呢就让撒旦正大光明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当他遇到这个他们战胜歌利亚回来的时候的这个过程的当中，他面对他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心思的战场。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他没有胜过他生命当中的心思的战场。我们看到对扫罗来讲，他的心思战场，我们很清楚知道他就是因为比较所带来的嫉妒。那如果从扫罗身上来反省我们自己的话，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也会面对许多心思的战场，例如生命中的比较，或者是说苦毒或者是说抱怨，或者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常常存在了很多负面的思想。但是既然神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没有办法去避免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思的战场，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是有方法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思的战场。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学习几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心给保守好，把我们的心照顾好，然后呢，以致我们的一生都能够行走在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命定里面。那第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就是我们要让上帝的话来塑造我们的心。诗人在祷告当中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然后诗人又说，愿我口中的言语这个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蒙悦纳。诗人深深的知道说，当他把神的话藏在他心里头的时候，才不会得罪了神，就不会落入在罪的当中。所以诗人很深的对神有一个很深的祷告，愿他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来蒙悦纳。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改变，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看的话，改变不是说我们很努力的挣扎，或者是说我们非常的努力，或者是说我们非常的讨厌自己。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是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被神的话更新的结果。有的人很没有自我的一个健康的形象，然后呢，他的自我形象是建立在外在的这个背景的当中。但是当我们有了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即便我们外在的家里的背景不是那么的好，但是我们在神眼中都是神奇妙可畏的一个受造的我们。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是因为被神的话更新所带来的一种结果。所以我们常常说，改变进入你心思的东西，就可以改变你自己。然后呢，我们的心思进入什么，我们生命就出来什么。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让神的真理来塑造我们。
当我们越多的让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生命的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生命就会活得越健康，然后呢，越经历上帝的一个美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就让上帝的话来塑造我们的心。第二个是我们要学习丢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人觉得说，哇，生命好苦啊。有时候苦是因为我们背负着太多神所不喜悦的这些的想法观念，或者是苦毒，以致我们会觉得生活当中过得非常的苦。所以彼得前书2章1节跟哥罗西书3章8节，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习丢掉。他用的是要除去，他说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还有一切毁谤的话。不只是要除去，而且要怎样？要弃绝。他说要弃绝什么呢？要弃绝恼恨、愤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也就是说，其实彼得也好，保罗也好，他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如果充满着许多没有用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快跑来前进。所以我们不只是要让神的话来塑造我们的心思意念，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是属神的这些的东西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要把它丢掉。那第三个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从信仰里面我们学习，我们应该用正向跟善意来解释每一件发生的问题。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保罗曾经在罗马书第8章的28节说，我们要晓得一件事情，他说要晓得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里有一句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话，说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看到神说万事互相效力是要让我们得着益处。我们看到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应许。那既然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的话，当我们碰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用正向和善意来解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学习用这样的角度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常常说负面的情绪就不是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那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来看到说，其实约瑟他如果有要抱怨的话，他应该有很多的抱怨约瑟因为他的兄弟的嫉妒，然后跟迫害，所以他离开了他的家跟还有离开他的兄弟。可是当他后来跟他的兄弟见面的时候，他的兄弟很担心他会报复他们。可是我们看到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约瑟，当他深深的知道神在万事中互相效力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他看到他出卖他的这个兄弟的时候，负面的情绪就不是他的第一个反应，他就能从弟兄的错误和不幸的环境当中找到一个感恩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常常学习用正向善意来理解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特别是我们觉得怎么那么倒霉，怎么那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神让万事互相效力。最后一个我们要学习的是说，我们常常换环境不如换心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习转换我们的心情，但是我们知道说要马上，特别是遇到我们不喜欢的事情，要马上转换心境，其实是很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转个弯来面对问题的时候，就会很大的不一样。我们看到司布真牧师他曾经说，快乐的心不在于你拥有多少事物，乃是在于我们如何看待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看到的是，他说，乃是在于我们如何看待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看到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会有许多的困难跟挑战，但是很多的困难跟挑战，这个环境我们是没办法去改变的。可是我们却可以深深的知道说，即便外在的困难跟挑战是很大，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这些困难跟挑战都没有我们的上帝来得大。所以既然这些困难跟挑战没有比我们的上帝来得大，那我们有什么好不开心的呢？那我们就转个弯，然后呢，我们没办法去改变环境，我们就可以深深的知道，既然
神比困难跟挑战都大，我们就因为这样而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一种心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当改变的主权不是在我们手中的时候，先要保守自己的心思意念，不要让情绪受到外在的影响。当我们受到情绪外在影响的时候，就会让我们自己受到许多的伤害。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都能够透过扫罗他生命的经历，也成为我们的提醒。那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故事里面讲到说，有一个年老的哲学教授，他的旁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爱抱怨的学生。然后呢，这个教授也觉得很无奈，每次这个学生都喜欢抱怨，所以有一天呢，他就叫他的学生去买包盐。然后呢，这学生也很顺服的，就按着老师的的吩咐去买了一包盐出来。后来回来的时候，这个教授就吩咐这个学生说：“你抓一把盐，然后放在杯子里面，然后呢把它拌了之后呢，把它喝下去。”那这个教授就问他说：“哎，这个滋味怎么样啊？”那结果这个学生就哇，好苦哦，好咸哦，好难喝哦。然后呢，这个教授就说：“没错。”然后这个教授就说：“那你把这个剩下的盐呢，拿到外面的一个很大的湖泊里面，把它倒在那个湖泊里面好了。”然后呢，这个学生就按着教授的话去做。然后他就说：“哎，那你倒完之后呢，你捧起那个湖水再尝尝看。”那这学生就跟他讲说：“哎，老师，这个尝起来这个味道怎么样呢？”那学生就说：“哎，很新鲜呢。”然后这个教授他就后来就问这个学生说：“那你还有尝到那个咸味吗？”这个学生说：“没有。”这个时候这个教授就对学生说：“生命中的不平就像是盐一样，但是我们体验到的不愉快，却决定于我们将它放在什么样的容器的当中。”然后他说：“所以当你不愉快的时候，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做一个杯子，而要做一个湖泊。”我们看到这位教授非常有智慧，透过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告诉他的学生说，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不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不一样的心来面对这不平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就更开阔了，不是吗？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很苦，是因为我们只想到没有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苦，只想到没有，而没有想到我们自己有的。我们常常只想到我们自己失去的，可是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所得着的。很多时候我们只想到负面的，没有想到正面的。但是求上帝帮助我们，透过今天晚上神他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自己，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境，少一些抱怨，多一些感恩，多看自己有的，而能够少看自己所没有的，多看自己所得着的，而不是多看自己所失去的，多看正面的，少看负面的。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心就宽了，心宽，我们路自然就宽了。求上帝帮助我们，透过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要用一首诗歌来回应神他自己的话语。圣经告诉我们说，主是那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若不是常常在主的里面，其实我们心常常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要用这一首每一天我需要你这首诗歌来跟主说，主啊，我每一天都需要你，需要你的话语的供应喂养，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神所赐的丰盛跟美好，让我们的生命有力量、有信心、有勇气跟力量。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慈心献诗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
面对基督的新诗的战场，你呢？我们是否也正在面对我们生命的新诗的战场当中吗？是比较吗？是苦毒吗？是抱怨吗？是不饶恕吗？是我们生命当中许多负面的想法吗？求神帮助我们，就在今天晚上，我们把这些我们无法去面对这些的心思的战场，我们把它交托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领受神的连续恩惠，让神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同心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在今天晚上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的确我们在每天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常常要面对许多不一样心思的战场。当我们每天一起来的时候，在走路、上学或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许多不同的情况，我们的心会将我们带出不同的态度和行动，以致带来许多不同的结果。主啊，许多时候我们因为无法胜过我们生命当中心思的战场，有时候我们就会落入在扫罗所经历生命的许多的破坏的当中。主，因此我们要将所有弟兄姐妹的心交在上帝你的面前。主啊，让你的圣灵，让你自己的话语来掌管我们的心，就像诗人所说，我们口中的话语、心中的意念，都能够在神你的面前来蒙悦纳。主啊，你是那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主啊，让我们透过，因为与你有更深亲密的关系，主啊，我们就能够因着你，从你那里来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能力，赐给我们面对改变的勇气和力量，好让我们的心全然的被你所得着，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和帮助。主，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让我们透过领受主的圣餐，更深的来领受经历上帝他的爱。在教会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圣礼，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之所以会称为圣礼，因为是主所设立的，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这个时候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领受主的圣餐。我们欢迎已经受洗或坚定你的弟兄姐妹，可以一同来领受主的圣餐。那我们来听主耶稣对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主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着安息。主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每当我们领受主圣餐的时候，就让我们再次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教导。就照保罗所说，我当这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我们的主耶稣也拿饼来祝谢，来感谢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也学习他的样式，首先来感谢上帝。我们同心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现在遵照你的命令，
来摆设这宴席，为的是要来纪念你永远赎罪的祭。求你差遣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又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和葡萄汁为圣。让我们接受这些，借着信而分享你的身体和宝血，又因你恩典的帮助，使我们在灵里得着培育，在恩典中得着成长，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子祷告，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我。”主耶稣他也说：“这杯是新约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当喝的时候，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我。”我们请服侍的长老来帮助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当我们拿到之后，我们请大家可以先把外面的包装先打开，方便我们等一下一起来领受。有人说十字架是一个加减乘除的记号。我们看到上帝借着主耶稣添加了神的救恩在我们当中，也减去我们的罪，将我们分别出来，并且将得救人天天加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每当我们在领受主的圣餐的时候，就让我们更深的来思想主耶稣基督他十字架上救赎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他。这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我们每当喝的时候，也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爱我们的主。我们一同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众弟兄姐妹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爱，我们领受你的圣餐，是培育灵魂真实的食物。
也让我们明白你爱我们，保守我们。我们是你蒙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亲爱的主，当我们再次把自己献上，成为活祭，求你鉴察接纳我们，求你用你的慈爱帮助我们，能够继续与你持续这圣洁的交通，好让我们的生命更能荣耀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来唱这一首《每天我需要你》的诗歌。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我们这个时候要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奉献。